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3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今日看行政院长苏贞昌、各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今仔早起去台中实际了解儿童注射站的情形。苏贞昌表示讲，6都设的注射站以台中站来讲，3天就注5000个人，是正减轻地方政府的负担。台中林总是表示讲，同一个时间会当注12个人，平均一天会当帮3600个囡仔注射。5日节连假的头一日，台中的儿童疫苗大型注射站已经客满人，有不少家长带囡仔准备来这注疫苗。你开始数，我再开始动作。来，你先数。好，结束喽。护理师安达那甲囡仔注疫苗，规个过程干那短短几秒钟。有的囡仔因为伤过紧张，需要大人陪在边啊。初三一透早，台中科普款的儿童注射站比前2天加袂少人。真侪家长表示，因为学校较晚才会开始注，先带囡仔来这注射较安心。觉得比较有保障，然后虽然学校是6月10号打，想说提早1周打还是比较有保护力这样子。因为学校排的注射时间在下礼拜，我想说这边可以先打就先过来，比较放心。行政院长苏贞昌一透早8点半，嘛甲卫福部长陈时中来这了解注射的状况甲路线。针对台北市长郭文哲批评讲，中央讲要设的注射站拢无啥人。苏贞昌表示，今日台中这个注射站3天就注5000人，对提高囡仔注射率明显是有帮助的。在6都设了7个大型的施打站，让民众能够带小朋友来施打，受到很热烈的欢迎。不但给家长方便，孩童受到保护，而且减轻了地方的负担。那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的助理转发给消息，这个台中市府注疫苗效率，国民党化工应该要查办。苏贞昌表示，双方对误会已经对外说明，互相了解就好啊。那负责注射站的台中营总表示，目前一天开12条线注射，一个天会当注3600个人，会加速囡仔疫苗注射率。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哲质疑中央无先甲地方参详，就设大型的儿童疫苗注射站郭市长阁讲，根本拢无啥人去注，建议中央取消。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今仔表示讲，若是中央有先问过市政府的意见，因会建议中央先协助学校帮学生注射，拜6礼拜才设大型的注射站。家长甲医护人员是做伙来鼓励囡仔，甲因讲真勇敢呢，顺利来注儿童疫苗。当然嘛，部分囡仔是真惊吓跑出来。现场未少的民众是来自台北市以外北部其他县市，趁着假日来到中正纪念堂，互囡仔伫学校原本要来注疫苗日子进前，先来家注射。这个很方便，很快就约得到中正纪念堂的。所以说，如果这边是上班日，你会带他来这边？也会啊，就这个比较好约啊。排到10号，6月10号。那有点太晚了，所以想说那就可以先打这样。如果这边是1到5的话，你觉得你会有那个意愿来这边打？1到5，因为我上班，我就没有办法。医护人员嘛伫边仔来准备，互囡仔这套物希望降低因对着注射惊吓。这个疫苗站6月1号成立以来，这2天是分别注369人，还有468人，3号可能会超过1500人。第一天医护人员编制82人全部出动，了因应注射的人较少，所以降做5成，还有6成。因为这2天人数无遐济，所以台北市长郭文哲建议中央来取消这个疫苗站，佫引起中央甲地方两边的争议。因为你一射，我们也在打，这样真的是，所以我刚刚用形容说锦上添花嘛，这个不需要。如果说这3天，就有道理。蔡炳坤强调，这疫苗站是中央设的，地方只会当建议，当作是中央也询问因的意见，会先请中央来协助加速上班日的学校注疫苗任务，假日来成立这种大型的疫苗站。另外，蔡炳坤嘛来看中正纪念堂的车来数，因为台大医学院的科学馆还有目沙机场2个防疫基本证的体检站3号开始来停止服务，剩的8科还有中正纪念堂的车来数会看恢复上班日了后的状况，来决定下一步。记者张志勇、陈立峰台北报道。以前各个军家为着病民众就算好嘛真惊讲会留病尾。最近有为着病民众向媒体投诉讲因为中医师讲新冠1号伫要无货咯，所以爱先联合无注3档疫苗的确诊者。民众讲这根本是出发有注3档的人。
由臭草草、八瓣拿根、薄荷、牛仔树叶、红枫等10种中药材所组成的清冠1号，对新冠肺炎有真好的疗效。也毋过最近有确诊民众向媒体投诉，医师讲清冠1号库存不足，只提供65岁以上、12岁以下无住院3期的人。伊质疑是咧处罚已经住3期疫苗的人。清冠药本身这个药还是有点寒性嘛，病人的症状整体上是不是最适合用清冠药，可以由中医师来做整体综合评估判断。卫福部中医药司表示，以老人囡仔有重症风险因子，无住院2期疫苗的人为优先，也毋过毋是无符合条件就无要服药啊。强调清冠药是一个处方药，因应每一个病人无共体质。经过中医师看诊了后评估，也可能更加适合科学中药辅助治疗。生产的能量要顾及品质，所以它目前我们已经把它开到最大限量。所以我们希望消费者不要囤积，那尽量是由真正确诊的病人，他让中医师开立处方来处理。目前确诊人数多，卫福部表示，民众有清冠1号使用需求，会当透过公费清冠1号医疗资讯平台查询，因为清冠1号适用全年龄的患者，有新的惠龄人、囡仔甲长者拢会当用。有估5年来治疗新冠肺炎人数达到350万。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是5日节连假的头一日咯，高速公路的车流量是比去年减少2成外，也毋过部分的路段车嘛是阁真多，亲像国道5号南下的路段，高速公路局就预估，要到下晡3、4点才较好行。大家上关心的天气气象局是指出讲，这3天的连假拢真热真热温度大概拢伫32度到34度。行车顺顺，国道1号5股路段车速拢伫10点钟80公里以上。5月节连假的第一天到下晝10點為止，車流量大約比去年5月節減少23%。交通部長王國材會知影視察高工局，鼓勵大家當出來行行。基本上整個國道還算順暢的，然後再加上這個端午節現在台鐵有上班哈，所以西線無戰事。我這邊是鼓勵大家做好防疫，可以出來走一走。不過，由於有部分路段出現車潮，速度無到40公里，其中台北市接國道5號的南港聯絡道一度出現自爆，估計各個南下車潮下到才會疏解。在國五的話，現在已經有車潮的湧現，預計會持續到今天下午的3、4點之後才會逐漸疏解。台北市一早是日頭正大，氣象局指出，5月節連假這3天，全台離港口方面要注意過頭了後有短暫雷陣雨、無局部大雨發生的機會。周末中南部地區會有局部短暫陣雨或者是雷雨，有關高溫會繼續超過30度，天氣加熱。在端午連假這3天，週日之前。北、中、南、東各地的天氣上都比較悶熱一點，白天的高溫基本上都有機會來到32到34度，部分地區有機會再更高一點。氣象局提醒，禮拜一個梅雨鋒面接近，接下來有東北風南下，北台灣會變較涼，低溫估計降到21到22度。有關東部交通，會在蘇花公路南下車流增加，不過還未出現明顯的車潮，警察已經出動來指揮交通，預計會到車流量會閣增加。記者綜合報道。受到疫情影響連假出去佚佗的人嘛是較少咯。咱來看屏東東港往來小琉球的東流線，雖然人客看起來是袂少，也毋過業者是表示講，甲以前連假比起來減少4、5成。嘉義阿里山的觀光業者嘛講飯店的大房是減少一半，觀光客是真少。南部天氣真好，還未到下晝8點，往返東港和小琉球的東流線出現袂少北部遊客準備要坐船，趁到5日節連假要去耍水。所以我們行前都會先做快篩，就是大家快篩，然後身體沒有不舒服或者什麼，就是才可以一起出來。都有打疫苗，小朋友也有打。做好防疫措施，盡量選擇室外活動。民眾攏表示，因為疫情實在關上久，做好3劑疫苗，出去耍嘛會當放心。雖然碼頭坐船的民眾看起來袂少，也有民宿業者送快篩，不過出去耍的民眾也是比袂過去的連續假日。差蠻多的，因為疫情的關係，所以像這一次端午節來說，至少剩下差不多5成6成的人而已。我們民宿也不會收到全滿。比起往年，我們以連假來看，大概少了3、4成左右的旅客。另
因为疫情的关系啊，然后民宿那边也推订很多，就是疫情影响蛮大的。有名阿里山新拿小火车，下早坐民众嘛无多，游乐区更加是拢无看到什么人，就一寡民众轻盈咧散步。阿里山这边空气比较好，那游客看起来好像没有很多，就旅游品质也还不错。当日一日游的客人也没有很多，那相比较一般的廉价游客人潮也少了大概50%以上。阿里山饭店民宿大房减5成，去耍一天的民众嘛减少。疫情冲击之下，民众出去耍的意愿明显降低。记者李尚陈宪坤综合报道。来看美国国务院伫5月初5修改美台关系小改，28又搁修正，甲本地跟台调的无支持台湾独立这几个字又搁加长去，一个月来改2改。外界质疑讲，敢是因为中国的抗议？也毋过美国的国务院否认。针对达成的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中国嘛表达强烈的反对。美国的国务院是强调讲，并无违背一中的原则。美国国务院5月初5甲美台关系简介换新，佮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无支持台湾独立这个字，拢甲抬掉，煞来引起真大的波影。就伫个国务院布林肯26发表对中政策的演说了后，简介28煞佮甲换新，甲这个无支持台湾独立这个字又佮甲放倒转去。官方的文字伫1个月内修改2遍，黄耀威讲是毋是因为中国施压也是抗议？有学者认为讲，国务院伫初5修改时阵，伊的立场真坚定，不过事后佫去做调整敲切，安尼感觉互人真摇疑。他如果那是他要坚持，那我觉得他必须坚持到底。即使北京采取一种非常高压的方式，那我觉得美国也不应该做什么妥协或让步。美方他的政策是完全基于他本身的利益嘛，重要的关键的东西。讲法上它不会变，但在解释上它可以有弹性存在嘛。前外交部长听建仁伊认为讲，美国的讲法时常做调整，不过其实伊的大方向是无改变。国务院无徛名的发言人，伊是否认讲因为中国的因素，强调讲这边换新是要互这个内容反映布林肯对中政策的演说。另外，台美宣布启动21世纪贸易倡议，中国嘛表达强烈的反对。国务院就重申讲一中的政策立场。I can't speak to the PRC's reaction. What I can say is that everything we do in the context of our unofficial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is done pursuant to our long-standing One China policy. 普莱斯表示，美国会拍算金的对美台可能的这个协商来拍蓝图，刷落来会伫华府来召开实体会议。台美贸易倡议，美国的议员大部分拢是支持，不过参议员杜美伊认为讲提倡排除 FTA 的条款，安尼会无市场迄头，就会来缩小这个倡议带来的好处。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甲美国宣布要启动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昨暗头啊，台湾甲欧盟经贸对话会议，嘛用视讯的方式召开。咱国派出经济部长王美花代表，欧盟是执委会贸易总署的总署长为文德代表哦。这是头一届部长甲总署长层级的对话，双方讨论半导体供应链、二化风电、各动植物防疫检疫这3大议题。初二晚嘛，经济部长王美花甲欧盟经贸重量级的官员，也就是欧盟执委会贸易总署署长魏文德，共同主持台欧盟经贸对话会议，透过网络视讯对话。不过看无视讯的影片，经济部刚发布一张双边代表对谈的相片，也有一纸声明，内容强调讲台欧双边扩大合作，而且提升对话层级甲部长，也有总署长的层级。台湾跟欧盟的关系有重大进展。俄乌战争美国跟欧洲是站在一个阵线，那俄罗斯跟中国在另外一边的阵线形成这种互相抗衡的局面。我想搞不好对我们进一步来洽签 BIA 或是说甚至考量到 FTA 都是比较有利的。经济部表示，欧盟去年9月份公布的欧盟印太合作战略，特别强调会甲台湾寻求深度的贸易甲投资关系，而且伫咧半导体领域甲台湾合作。那即届对话内容，欧盟主要关心的3大议题，
包括半导体、供应链、理化风电产业，还有动植物产品防疫检疫。那台湾是就投资关系2050净零转型进行讨论。欧盟它对这个台湾的这个晶片半导体的需求那非常高。那这次机会呢，我们也要拓展其他的传产的商品、机械像这个纺织品等等设法让这种双边的这个贸易不均的情况可以获得改善。学者分析，台湾贸易上大竞争的对手是南韩，因为南韩早就已经甲美国、欧盟签 FTA， 建议政府趁这个机会，加速台湾甲欧盟双边的投资协定 BIA 谈判。若是敢若用嘴讲咧，对台湾的经济是无啥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最近去美国访问11天，初八要主持国民党驻美代表处的开幕。朱立伦表示讲，这届访问主要是要来向美国表达国民党亲美的路线，将对台海和亚太的安全，嘛愿意甲美国做伙合作。嘛强调讲，国民党袂正做麻烦的制造者。向孙中山当上献花致意。去美国访问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头一站到旧金山，嘛拜访胡佛研究所。朱立伦除了要传达国民党亲美的路线，从到大唔捌改变，嘛讲伊会扮演促进区域安全甲和平的角色，被欧美来起诉。国民党今天的立场，从头到尾亲美的立场是没有改变的。两岸之间要保持能够对话，而不要只是对抗；要能够交流，而不要一直交恶。接续朱立伦嘛拜访美国行政、国会、学界甲智库的人士，找到伫咧布鲁金斯研究院发表演说，讲国民党伫咧目前美中台三方关系内底，安怎扮演稳定台海安全关键的力量。有风声讲朱立伦嘛会会见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总监坎贝尔，而且伫咧初八替国民党驻美代表处揭牌。重返美国，或者是告诉美国朋友 ，We are here, we are back。美国在过去接见台湾的民间团体最高负责人，其实有他一定的规格，所以这一次照道理判断，美国也不会降格去接待朱立伦。那朱立伦在华府，他想见到，还有他应该会被美国安排见到的人，或许大部分应该都会见到。朱立伦强调讲，应该见面的朋友，伊拢会去拜访。学者认为讲，伊嘛会传达国民党捍卫中华民国国家利益的决心，虽然无一定甲美国国家利益一致。不过，国民党会找出对双方拢有利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64天安门事件明仔载就满33天咯。过去香港拢会办纪念活动，也毋过2020年香港的国安法实施了后，就无阁继续举办咯。今年香港嘛无任何的纪念活动，是点止止哦。咱台湾明仔载伫自由广场会有纪念晚会。今年是64天安门事件33周年，伫港版国安法迄件效应之下，香港将头一摆无举行任何纪念活动。咱国外交部也向当年牺牲的中国民众表达悼念，佮呼吁中国人民唔通放弃争取民主理念，相信自由，继续争取民主，捍卫人权。今年香港已经没有办法再举行任何纪念天安门的活动了。但是在台湾，我们没有忘记天安门的屠杀事件。历史是不能够抹煞的，事实也不容抹去。为了纪念六四，即马住伫美国的六四学运领袖王丹伫面册发表公开批，呼吁大家拍拼维护六四记忆，反对一党专制，建立宪政民主，更加倡议成立六四纪念馆。六四纪念馆的建成，其实起到的不仅是个守护历史的作用，也是希望通过六四纪念馆的建成，冲击现实的政治，进一步的冲击中共的统治。伫台湾，包括华人民主书院、台湾人权促进会等真侪民团，6月7日起伫中正纪念堂开设跨境艺术展，展出内容包括六四学运、香港反送中运动。6月7日将伫中正纪念堂举办纪念晚会，今年和香港大学跳跳的故乡一条，迄天也伫现场重现。会在这个中正纪念堂树立去年被在香港被推倒的国殇之柱，象征我们台湾跟全世界爱好自由民主以及被压迫的人群这个站在一起。张建源表示，这摆活动除了替中国大陆香港人民保存六四的历史记忆，也提醒台湾人民居安思危，无将台湾面对中国威胁国家主权、宪政民主，香港都是一个真好的例。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马来西亚为了要控制物价，一直去宣布6月开始要禁止鸡肉出口，这嘛严重去影响到新加坡。新加坡上出名的海南鸡饭哦，拢无法度卖咯，互头家头是真疼。新加坡的食品局是呼吁大家会当改食冷冻的鸡肉，还是食鱼啊等其他物件来代替鸡肉。悠悠刚刚的鸡肉放伫盘啊，搭配饭菜都会当捧场到，互人客享用。新加坡的海南鸡饭，就是当地国民美食，真侪民众排队等候，就是为了要食这道料理。不过店家大厨告示表示，因为原物料起价不得已，嘛要去介绍。即马更较坏消息，就是马来西亚为了要缓解物价起价，为6月初一起禁止鸡仔出口1个月。因为新加坡有1/3的鸡肉来自马来西亚，大马的禁令也互新加坡业者讲，这就亲像是一场灾难。Most chicken rice stores, if not 100% of chicken rice stores, all use fresh chicken rice, basically imported live, slaughtered. So the ban would mean we are no longer able to sell. It's like McDonald's with no burgers, or maybe Coca-Cola without Coke. 马来西亚是伫印度甲印尼了后上新实施食物保护政令的国家。原本逐个月出口360万只鸡，拢防禁止，一直到国内继续稳定为止。不过鸡肉单的告示板除了继续，一个人也限买3只鸡，互民众怨叹，敢有禁止出口根本就无差。Rasa sama, tak ada makna pun. Ekspor tak ekspor pun harga tetap sama. It's a global issue, and it's just unfortunate that Singapore is very dependent on food resources from elsewhere, and we just have to adapt and find another source of food. 大马的鸡肉禁令，有了将会带动新加坡鸡肉继续起。新加坡食品局是鼓励大众改用冷冻鸡肉，因为这肉片大多数拢是为巴西等国进口，也是规期就改食鱼仔等其他替代肉片。公司新闻郑慧仁编译。全球为着高猪的病例，最近是增加到650例，嘛传到20来个国家。卫生专家认为讲，这波高猪的疫情有可能是因为碰刺、鸟刺去夹着医疗的本色，把病毒传出去，呼吁世界各国都要特别注意。世界卫生组织初二表示，因为非洲以外地区的高猪甲其他传染病例增加，卫生专家无排除这类疾病的传染方式，有可能是透过人类医疗废弃物传染给动物啦。Because we are concerned about rodents picking this up, so we do have to think about human medical waste, like behind a rural local clinic. If they're putting their waste outside until it's disposed of properly later in the week, have an opportunity for animals to tear those bags open and for rodents to get in there and get infected. 科学家对目前大部分的高猪病例伫欧洲出现感觉上无，因为高猪原本只有伫中非甲西非国家流行。不过，这波感染者会当讲拢无相关的旅游史。Cases have been reported in 26 countries across 4 WHO regions. Right now, we're at about 643 confirmed cases that are not used to seeing monkeypox. This suggests to us widespread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is currently underway. That has likely have been ongoing for several weeks, if not months. 高猪病毒是伫1952年伫实验室的狗仔身上发现，为迄个时阵开始，包括碰刺、鸟刺啊在内的几啊种动物仔的物种，拢互认为较会感染高猪病毒。这种病毒为动物仔宿主跳到人类身上，不过有倒一寡动物仔是牵涉其中，也无明朗。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最近伫美国连续发生水牛城南加州教会，阁有得救受害枪杀案。美国中西部奥克拉荷马州伫拜三嘛传出嫌犯冲入去一间病院乌白开枪，造成4个人死亡。这嫌犯嘛随自杀。另外，伫威斯康星州有人伫丧礼顶头开枪，传出讲至少有5个人受伤。奥克拉荷马州的首都托尼萨市的圣方济各病院，初一下晡有人伫遐乌白开枪杀人。一个肥下差不多30-40岁查甫人，手举2支枪，一支长一支短。伫个纳塔利医疗大楼2楼的门诊手术中心、甲联邦保健中心，乌白开枪杀人。警方接到通报了后，3分钟内就赶到现场，伫每一层楼的每一个房间做搜查，确保无其他威胁。
唔但安尼，美国分州枪炮、甲暴力物管理局，也有消防大队的人员拢到案发的现场，而且伫附近的一间国中设立中心，要替民众倒找因伫咧案发现场的亲人。Sad. I was coming to the doctor, and I got my grandkids with me in this terrible scene. It's awful. 当年警察局副局长达瑞希向媒体表示，这个开枪的人当场就自杀。The officers that did arrive were hearing shots in the building, and that's what directed them to the second floor. Right now, we have 4 civilians that are dead. We have 1 shooter that is dead, and right now, we believe that is self-inflicted. Officers have not been interviewed, but we're certain that's a self-inflicted gunshot wound on his part. 这是伫水牛城枪击案、南加州教会枪击案、德州罗皮国校啊枪击案了后，无到3礼拜时间，佫新增加一个枪击的事件。总计为今年1月份开始，全美国夺走4条人命以上的枪击案已经有12件，而且到达已经有76条人命无缘无故互断死。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罗西亚到乌克兰小镇，今仔已经第100天了。对民众来讲，日子歹过嘛是爱过。乌克兰有一寡咖啡馆最近开始重新营业，嘛有做胖的工厂，真正的拍伊嘛拢无休困。最近咧举办世界杯卡球赛的比赛，乌克兰的国家卡球队是踢赢苏格兰，那会当参加世界杯卡球赛的希望是愈来愈大。民众做伙伫咧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地下室，大家是欢喜小览，大声喝休，暂时袂记哩战争的代志。庆祝乌克兰国家卡球队找伊伫世界杯外围赛欧洲区附加赛以3分比1分拍赢苏格兰，要继续拼今年11月底伫卡达举行的世界杯。这嘛是前2月份去俄罗斯入侵了后，乌克兰头一场参加的卡球赛。I'm hoping that these guys are sportsmen can show the strength of Ukraine, not only on the battlefield but also in sports. 罗西亚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到6月初3就满100天啊！为了展现乌克兰人坚强的意志，未少民众选择互生活回归正常。第2大城哈尼科夫在地上界出名的水晶咖啡馆有重新营业，互民众会当照常来啉一杯米露或者是咖啡。2 місяці все-таки робочі місця потрібні. Місто трошечки оживає. Людям хочеться також цього, не знаю, випити кави, сходити, звичайно, тому що всі. 哈尼科夫的街路嘛开始有一寡咧卖菜色果子、甲鸡卵的贩仔，不过大部分的民众因为战争无收入，所以去买的人并无多。也若伫咧基辅北边的新北电力负责，当地即间做胖的工厂，伫战争要100天的这段时间，前到达是拢一直正常运作。就算捌离罗西亚军方战线敢若有8公里，员工调伫咧遐，不过因也是坚持每一天拢做上市现行的胖。不过部分生产的设备去罗西亚军方破坏，这嘛互负责人是真痛心。Я безпосередньо керував будівництвом цього заводу, і коли 17 березня цього року я приїхав, і тут ще працювали пожежні машини, стояв дим, всередині ще все горіло, в мене просто були... 就算罗西亚军方早就已经离开基辅的4库里啊，不过做胖的原料也就是种麦的所在，涂骹底足侪拢有地雷，无论是要种植或者是收成，拢拄着真侪困难。虽然产量敢若剩之前的1/10，不过即马基辅附近的民众渐渐啊转来啊，之后还有民众需要食食，因就会继续做胖，互大家食。公视新闻景元庆编译。过来的消息，咱来看有网友伫 PTT 发文讲，因规家伙仔拢喂着病，较1922个119拢无录用，批评政府根本拢无提前做好准备。也毋过后来发现讲，这人是透过台北市政府的网络发文的。有市员就质疑讲，市政府市网军发假消息来影响社会。即卖已经查到讲是台北市会展产业发展基金会一个姓林的员工发的文章，也毋过这员工是强调讲，伊无编故事，这拢是事实。也毋过伊利用公务的时间做私人的代志，基金会会针对这点开会来讨论讲要安怎来做处罚。我们查了之后是在台北市政府。怎么办？怎么处理？我们市政府里面有网军。国本地议会备询，议员的炮火真猛，即期台北市府内部有网军造谣带风向。就是 PTT 这篇答文，网友讲伊一家5个人拢确诊，家后也是中重症，批评政府无提前准备。
也讲只有涉罪正确，才有移书告处。想要到事后所方发现发文的 IP 地址来自台北市政府。查询清楚后，我们会再把报告给政风。什么时候嘛？一个期限嘛？大概下礼拜3。原本有计后礼拜3公布完整报告，资讯局初二暗侦警发声明，表示引起争议的发文小号有3组来自同一人，比对来源发现是北市会展产业发展基金会姓林员工。不过，伊讲普文的内容拢是家己的错误，只是为了司法不管无造谣。这内容是属实啊，我们也颇能理解说他在那个时候的一些心情。他犯错的地方其实是他不该在上班的时候去做非公务的事情。大部分内容敢有造假，基金会表示，当天进前确实是捌确诊，单纯属于伊亲身的错误。并不是恶意中伤，更较不是欺负市民军，只是伊利用上班公务时间做私人的代志，已经无适当。内部将召开任评会做后续的停处。记者综合报道。中华职棒富邦悍将的外国投手威迪兹，昨暗对面全联队的时阵是先发投手，伊伫第7局的时候裁判赶出球场。主审就表示讲，掠伫伊伫手套内底抹物件，所以来会禁赛10场来做处分。现在最多的用球数就是101球。来看到这一球挤压到在中间方向的小飞球，被游击手给接杀。最离岸富邦悍将对比全联的比赛，富邦先发投手威迪兹投到第7局顶半局的时阵，主审过去检查伊的手套，感觉伊的手套怪怪，就找其他的裁判也最近来检查。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外部物质之类的？所以现在请2位的裁判来检查。虽然威迪兹一直用动作解释讲，伊的手套顶头无别项物件，不过首位裁判伫咧检查手套了，由主审判将威迪兹赶出场，也呼吁诚侪即位第一个因为抹外部物质被赶出场的选手。富邦悍将威迪兹，他的手套有用禁止事项，就是手套里面有一些不应该有的物体，所以被我驱逐出场。威迪兹被赶出场，一怪面对10场禁赛，上尾富邦也1-2输球，再一遍5连败，唔但被发现手套顶头有外部物质。威迪兹这场比赛控球也无啥好，单场投出3遍扑投，连续3战单场拢有3遍扑投。今年才投41.1局就12遍扑投，改写联盟上紧的纪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云林口湖一间大塘的农场，要做互民间的利能公司种电做太阳能发电，也毋过有130公顷的树林拢爱撤掉。当地有民众是质疑讲会破坏生态，有可能会去影响到附近要推晒的观光哦，所以要求伫时间进前，就爱先来召开地方的说明会，甲民众沟通。卡头去将树木移除来回种地，为了云林口湖1号农场的林地，过去是大塘种植甘蔗用地。但民国75年，因为洪台海水倒灌土地盐化，无适合经营改以造林用地。但近期为了配合中央的利林政策，将产出130公顷的林木种电。拢一定是迄个刷规个啊，才分完些就有刷伫内底啊，啊变来生活。哦，本来咱个树啊种的，伊加减的杂一寡风袂刷，啊你结果敢变啊呢？另外讲经纪人就扑啦吼，啊你搁伫迄个江庄大牌的南侧。也有20-30家的树啊袂歹，唔通搁错的。当地自救会表示，1号农场临近1号地方地公共区，那产出高达130公顷的林木用地，恐惊破坏生态和鸟类的栖地。至于未来清洗太阳能电板时，那使用化学溶剂，嘛恐惊影响到永续水质。是经济部能源局的权责，所以当初的筹设计划跟施工计划都是由中央这边来审查。那在审查过程当中的话，其实大家对于现在所关心的议题，包含说，相关的这一些原本的这些林木的一个处理的话，其实农委会都有做一些蛮严格的一个把关的。对此，台糖公司表示，这个案新组予民间利林公司开发，目前种地工程完成70%，嘛捌在地方开过2届说明会。预定今年底完成并联发电，至于文管府建设处就强调，若地方有疑虑，会做新利润业者过来召开相关的时间说明会，让在地民众更了解时间的范围和内容。记者为你报道。
今仔是5日节，台北各高雄的动物园拢专工帮动物准备粽，要互因过节。台北市立动物园是准备冰粽哦，互动物食好凉凉。寿山动物园一只黑猩猩类中，6月初5到满30岁咯。动物园是准备食健康的养生粽来帮伊过生日。甲人同款咧食好食的粽，黑猩猩二中伊安尼食甲一喙煞一喙。新历初3是5日节，因为二中伊2天了后，过满30岁。寿山动物园特别替伊准备5谷的养生粽。远方嘛替大象阿里来准备果子粽，还佫有一只虎阿虎，互伊即个青肉粽。另外动物伊拢食甲真健康，嘛互因做伙去感受到这款过节的气氛。我们黑猩猩立中，他在6月5号即将满30岁，我们特地帮他还有同伴准备我们的五谷养生粽。寿山动物园在今年特地帮我们动物准备这么多样化的端午粽，就希望说可以增加我们动物的食材多样化，让他们的行为能有更丰富的展现。毋但寿山动物园真有心，台北市立动物园嘛特别来做这款冰粽，互大只禽鸟、细只水獭，拢安尼小清凉一下。那冰粽其实就是利用这个冰块里面去用一些动物喜欢吃的食物。对于一些喜欢吃鱼的，例如说水獭的话，里面可能就会放一些鱼虾；那其他的杂食动物可能就会放一些蔬果等等。这些冰粽呢，也会让它们的体温有效的下降。动物园公道讲，为着要斗打无共动物因的需求。远方嘛特别来做出这款菜色果子粽、清冰粽，还佫有鱼仔粽。这款粽真受到这个动物真介意，互因食甲安尼簌簌叫。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台中的外埔有一片1.3公顷彩绘稻仔田哦，规片田顶头哦设计铺道、花莲果，佮有高铁的图样，嘛写真侪人来遮欣赏翕相哦，咱嘛做伙来看卖。即几档用稻仔惨色，伫田林设计做一大北道长时行。侪有咧种稻仔的县市，亲像屏东、台南拢有设计过。即阵伫台中外埔嘛有一片真水的稻仔田彩绘。东山也去看过，然后屏东也看过。我觉得台中的富士台中这一次的彩绘是我看过最漂亮的。这片1.3公顷的彩绘稻仔田，有青、黄的、白的、橘仔色，加强4种色水的稻仔。规北道包含台中出名的农产品，葡萄、花莲果、油桐花，佮有一只配色亲像真诶的高铁列车，呈现台中的在地特色。将我们当地的一些农作物，像葡萄、火龙果、高铁，像这个桐花融入这个图案里面，整个一个的施工制作，我们就拜托这个外埔区农会来帮忙。台中市府农业局嘛表示，这片彩绘稻仔田一直到6月底拢会真水。休困日附近，佫会办农产品的市仔，嘛有油桐花步道等等的景点。望这条完整的观光路线，会当让民众来行搭。记者综合报道。合欢山顶头一个暗空公园哦，有经过国际暗空协会的认证。南投县政府为着要来防止光害，制定驻地条例，请若停好势，3分钟内底就爱关大灯，若无遵守规定哦，上济罚1000块，8月份就开始实施。合欢山有真好的看车环境，2019年嘛得到国际暗空协会认证，正做台湾头一座暗空公园。伊规定当年定期爱提高夜空观测品质、定期检量等报告书复检。南投县政府为了保护星空资源，防止公害，即马制定南投县合欢山暗空公园管理驻地条例，将明定车辆停好势了后，3分钟内爱关掉对外所有公园等措施，违者处1000以下罚款。车辆停妥的时候，那在3分钟之内。我们一条规定是3分钟之内要关闭对外的停止车外的一个光源然后，那这个部分也是就要确保说不要去影响到游客然后的一个关系。县府强调，车内公园无伫规范内，涉及救灾还是其他紧急情况者也无伫出现。尤其使用手电仔是爱限制伫室温3000K 500流明以下，相当 LED 灯5瓦的光度。曾经永续发展协会赞同制定条例，也毋过认为开发无应该是目的，事情对民众的教育推广才是重点。因为纽西兰就是用星空去认证了世界文化自然遗址认证出来了，那所以这个星空其实也是值得被保护的。那也希望在这样一个推广的过程里头，能慢慢的把这个守护星空变成一个我们在地的文化。
南投县府有计主持条例伫6月下旬期会的定期会议都会当审议通过，过报请交通部核定了后，上近8月就会当公布实施。也毋过也承认，因为环保署无相关的母法，环保稽查人员伫处地认定甲违规认定，拢也需要细部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派鞋仔舞蹈剧团哦，是一个去年才成立的表演团体，以民间信仰、传统文化做底底，用肢体来表达出人甲社会、甲环境的关系。公司台语台青春咱的梦，伫明仔载暗时7点半，特别带观众朋友来看，因是安怎来展现对台湾这块土地生出来有台湾味的舞蹈创作。对角乡队伍的脚步，深入民间研究宗教文化的电影调查。是派鞋仔舞蹈剧团创作的来源之一，透过人物环境、历史、民俗等等的元素，以舞蹈的形式来呈现，反映现代社会应该爱重视的议题甲义务。所有的作品一定爱经过这种田调，然后身体力行，行到土地内底。我敢有互这种信仰感动，我若有互伊感动，我一定会知影迄个精神是啥。伫100年古迹詹文溪大足桥，派鞋仔舞团即届创作的流角，是以土地角度来呈现。舞者伫朝朝拢是粪扫的所在，透过无共姿态表演，来传达人类对环境造成的污染甲伤害。我必须将我的脑袋放好空，我会真正甲这环境沟通。伊会保护我，无代表讲我会当啥物代志拢会当做。我要安怎伫即个限制内底找到更较侪可能？原本是伫剧场内底表演的食土，头一届选去庙埕演出。故事描写人类甲土食入去身体内底会带来啥物变化，甲观众近距离的表演方式，互咱去思考大自然的循环甲人的关系。嘛伫疫情的期间，用表演带来希望的力量，让大家可以透过作品，也许可以得到一点抒发，就是很享受在作品里面。至少在这个疫情的时代，会当用阮的方式，然后甲这个社会斗相共。派鞋仔舞蹈剧团的创作，自来是用五官、用烫车骹去连接甲土地的情感，过程无正确的答案。因希望用作品，让每一个人家己去感受土地甲咱的对话。记者罗敏珠、连胜维综合报道。屏东县有排湾族、泰雅族的部落，为着要让民众来了解原住民的文化，县政府向部落借分白的皮衫、雕刻、赤布机等13件正珍贵的文物，要找专业人士来维修整理了后，怎么长的展览哦？咱做伙来看卖。有类雕刻记录排湾的帕拉文化，这是伫咧屏东的原住民文化会馆的团家宝3件民族文物特展。展出来自屏东4个部落的13件团家文物。这个4根拐杖是吴爸爸杜巴满人手制作的，爸爸给我的拐杖，它图像是一个站立的一个男孩子，意思说做老大的要有谨守自己的立场，才可以带动你的兄弟姐妹。经过1年多的沟通，终于说动这11个家族。那经过很多评选、专业的评估，除了帮他们修复这些文物以外，那也评选了13件一个宝贵的文物呢。这场展览分做生命礼俗、生活装塔甲文化传承3个部分。有织布机甲喜庆连杯，穿过150档的婚白披衫，也阁有充满教育纪念意义的雕刻作品等等，见证代代流传的珍贵资产。一位收藏家，他想要收藏这件云豹皮，他的开价，当然是让人心动的价钱哈。但是因为我的姑姑她过世之前，她有交代我们，传家宝就是必须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就跟文化一样。另外，现场也有华语的说明牌仔甲影音解说，希望让民众会当愈深入了解这寡部落强要失传的文化甲故事。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已经2档无举办的台北国际册展哦，今年恢复举办，总伫台北世博一馆开幕。今年有设一个乌克兰册展区，嘛乌克兰插画家的创作。今年阁有规划一个法国主题馆哦，咱做伙来设册展。
对保护国家的乌克兰阿兵哥，到咱的乌克兰居民到电视台的和平鸟，一笔一画，拢是平均20-30岁乌克兰插画家对和平的愿望。本身就是乌克兰首都基辅人，今年才19岁的 Valentina， 伊讲家己虽然要咧逃难，不过伊自细汉就希望会当甲国际分享乌克兰的文化。伊真感谢台湾邀請伊來辦展覽。I have to start this by thanking Taiwan. You know, for me personally as Ukrainian and for Ukraine as a whole, we are facing the extinction, the elimination of our culture, because this is what this war is about. It's a genocidal war. It's about extinguishing an extinction of Ukrainian culture. 除了烏克蘭歷史文化甲國族認同的冊，2022年台北國際書展也有法國駐地館，甲真濟台灣本土意識的冊，包括羅河專輯、葉趙島小說集，也有改編漢詩、古典詩，予囡仔看的書。台灣文學館呢，佇這區內面呢，策劃一個台灣的文學史，就是60年代以來，咱文學是安怎衝破這個思想禁錮的範例哈，啊慢慢呢，咱享受講今仔日的自由。以前一年大概有50萬到70萬了，我們希望說，如果有到他們的以前的1/3，應該就不錯。我們會做最高級的防護，保護大家的平安跟健康。就今疫情斷開，冊展6個出入口攏有設防疫門，提供全身消毒。文化部也表示，今年有31個國家、364間出版社來展覽，因也閣加設20萬張100塊的買冊抵用券，入場的民眾攏有得領。記者阿明正正派文台北報道。國際新聞來看，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初日慶祝伊上位70檔哦，也毋過因為女王的身體無爽快，初三的女王統治降溫活動伊就無出席。安德魯王子嘛因為為着病哦，嘛無去參加。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登基70週年連續4天的慶祝活動，自初日開始。穿水藍色禮服、夜乖仔的女王，甲王室的成員徛佇咧白金漢宮的陽台，70台皇家空軍的戰機進行分列式。女王也向民眾握手，最近慶祝英國有史以來第一個君主白金禧。The Queen looked beautiful. I mean, she's getting older now, but she looks vibrant as ever. 因為昂塞菲利普親王舊年過身，女王的登基活動無親王陪同，真遺憾。崔利安傳講女王身體無爽快，但是也是有參加點燈燈會活動，也毋過取消初三的女王統治感恩活動。期間王儲查爾斯王子也行向民眾甲大家握手。He touched me and shook my hand. He said hello, didn't he? And said hello. He said, "I hope that your bag's not too heavy." It was really nice. It was an amazing thing. 女王第二後生安德魯王子新冠病毒體檢陽性無參加，退出英國王室主要成員的哈利王子甲梅根翁某正低調參加活動，包括美國總統拜登、法國總統馬克宏等國際領袖，攏向女王表達祝福。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譯。咱人喺面對壓力時，會有做緊張會超煩哦。寵物其實嘛是共款。喺疫情期間哦，澳洲就愈來愈濟人發現講，厝內動物伴心情無介好，親像是破病共款哦。所以就帶寵物去看動物的心理醫生，才知影講寵物嘛是會有情緒的困擾。帶2隻狗仔，澳洲居民天氣路到寵物病院準備為狗仔看病，因為伊發現受養的狗仔常常出現焦慮的情形。I could tell that she was just really anxious. And the moment Chopper saw, any other dog off lead, on lead, she'll react and bark at them and run away. 這2隻狗仔喬帕甲馬克斯原本攏是搜救犬，因為體型8個月前才由電小姐收養，不過也發現喬帕常常悶悶不樂，找寵物心理醫師了後，才知影喬帕得到焦慮症。About 1 in 5 dogs has an anxiety problem. Anxiety disorders are not infectious. If a dog has a mental health problem, it's because part of their brain is not working in balance with the rest of their brain. 寵物心理醫師表示，甲人共款，寵物也有焦慮、憂鬱症，有的寵物也感受到主人出現廣泛性焦慮症，而受到主人影響。疾病接受寵物用在訓練所協助之下擺脫心理疾病，不過大部分的寵物依然愛專門心理治療，甚至愛食甲人共款的藥仔才能對抗心理疾病。美國度調查顯示，有8%的寵物主人會予家己的寵物食抗焦慮藥物。
好佳在伫经过6个月治疗了后，超拍家族病情甲快乐真济。主人电小姐也伫医生的建议之下，尽量维持平和心情，互宠物的生活更较快乐。You come home from a bad day, and they'll comfort you. All they want is cuddles and love. 公司新闻，但是当朋友。肯亚运动员樱花的树篮有一种黑色、白色色界高山啊，因为生日真特别哦，所以真侪观光客拢专工要去看。也毋过哦，即马因为都市开发，即讲高山的生态地愈来愈少哦，特别绝种咯。又搁常常传出讲，即种高山跳去电线顶头，结果互电死。身躯顶的毛是黑色的。不过颈仔头两边有白色的毛顶来，面加尾流上尾节的毛也是白色的，袂输敢若黑白龙滚。这种外形正特别的猴叫做黑白油猴，分布伫非洲中西部甲东部，伫肯亚、蒙巴萨南部的迪亚尼的海化森林中就常常看到。不过伫咧都市范围愈来愈看了，因拄着生存危机。We receive up to 2 calls a month of species or different monkey species, particularly the colobus, that have been electrocuted or experienced injuries due to electric shock. 保育专家讲，迪亚尼最近积极伫咧开发海岸线，人口愈来愈多，伫咧被迫甲人类共存的情形下，油猴常常去卡到包无好的电线，会电着伤，甚至是电死。因已经要求相关单位对电线要做好处理。问题毋若安尼，因为过去人类常常掠油猴，伫肯亚一寡所在差不多拢看无油猴啊。In the 70s, we saw a reduction in population to near local extinction north of Mombasa and the north coast of Kenya. This is mainly due to overhunting of these species for their beautiful black and white pelts. Their skin was used for traditional practices. It was a symbol of power and superiority in many of our African cultures. 专家警告讲，因为土地消失甲破碎化影响因的生存，伫即马肯亚野外黑白油猴只敢若剩3000到5000只。不过，这种猴也是吸引观光客重点之一。专家希望相关的观光收益会当搬一寡来照顾野生动物，互人甲猴会当和平共存。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气象局指出讲，这3天的连假拢真热真热，嘛因为温度真悬，对流会真旺哦，所以有可能会汹汹落大雨。气象局伫下晡嘛将对基隆北海岸、宜兰南投、花莲台东等所在，各有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山区，计共有13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所以提醒民众要特别注意到大雨，各有单位讲哦。今仔下晡详细天气资料，咱做伙来了解。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1度。来看外岛地区，上低是25度，上悬31度。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